生就会讲台语，那究竟他今天要带来什么表演呢？让我们一探究竟，让我们掌声欢迎1年13班陆焕熙同学。一出戏来了讲台语，伤寒呐。若照你安尼讲，我这随时拢会去有人拖去研究呢。是我出事的时阵，我妈妈就拢教我讲台语啊。到我会晓讲话的时阵，台语自然就足够讲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的6，弟弟的弟。恁伫网络搜寻六弟，今日咪看得到啊啦。疫情期间，我去全家买饮料，结果店员甲我问讲：“弟弟，你有会员无？”哈，无啦。你敢有全家得肺炎？真好笑！你骂我全家得肺炎，你毋则规口罩拢得肺炎。我是问你讲你敢有全家的会员，我要帮你几点呐？昨下晡，我咧看电视，看到一半，煞大仔困呢，梦中妈祖婆托梦予我，妈祖婆甲我讲。我看见大家做小乱呢，专家若讲爱滴喙烟，大家就冲去抢喙烟。专家若出来讲做卫生纸的原料，有可能会摕去做喙烟，卫生纸就会起价，恁大家就冲去抢卫生纸。即马专家竟然爱运动，才有好的抵抗力，结果恁大家拢唔捌，还因为武汉肺炎，煞大拢无人要来甲我拜拜呢。恁敢有去互妈祖托梦过？前几工啊，我转来找阮阿公，我甲阮阿公问：阿公，有啥物最近咧看新闻，拢会看到一堆人咧抢喙烟？喙烟是啥物现场，人毋知吗？阮阿公想足久了，甲我讲：我嘛感觉足奇怪咧，较早的人是挂喙烟去咧抢钱。真的人煞摕钱去咧抢喙烟啦，安尼是毋是足奇怪？是哦，足奇怪呢。前几工啊，我去药局排队买酒精，排伫我头前的伯啊，甲药师讲：少年嘿，你赶一罐酒精互我啦。伯啊，你要喷头无？我要喷手的啦。无啦，我是问你讲要喷嘴无啦？才甲你讲是要喷手的，嘴是要哪喷？无你喷互我看。恁敢听有迄个药师咧讲啥？迄药师是讲伯啊，你敢有买迄款喷头的，当滴一个酒精就对喷嘴抓出来迄款酒精的包装啊？若听无的，千万唔通去药局。你嘛会当喷目睭试看卖，迄喷落目睭就光去啊。前几工啊，阮阿嬷咧看电视，看到一半，甲电视切掉，过来甲我讲：乖孙啊，阿嬷他拄仔看新闻讲吧，有可能会买无啦。你爱食吧，咱赶紧买来炖。到大卖场了，正太的拢无肉啦。遐有一个服务人员，我过来问看卖咧。帅哥，恁遮肉是拢卖了啊呢？迄个帅哥甲阮阿嬷讲，肉拢无啊，剩我啦。这小鲜肉我真久无食过啊！这好。你看我这大声，你是有食过小鲜肉哟？今年清明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政府建议咱尽量莫去扫墓。恁敢有去扫？我无去扫墓呢。我要出门的前一暗，阮祖先对墓内底显现出来，甲我讲：我一定好子孙啊！恁今年清明都唔通来甲我扫墓，安尼危险啦！恁着烧一个外送的 APP 互我就好啊。我若巴肚枵，我家己叫来食就会当煮啦。阮祖先叫我唔免去扫墓呢，做大神的呢。请大家珍惜防疫的成果，会去喙烟治好。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，喙烟实名制至少实施到年底，密闭空间不避地喙烟。
刷落来，我要来分享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啊，我若讲重要，恁就爱注意听哦。请问恁兜咧食饭，囡仔敢有等四大人拢坐好才我来食？如果有，安尼恭喜你，恁厝绝对幸福。要是囡仔坐落来就幸福啦，则无管长辈有来食无，家己好食的硬来食，食饱爽也就爽。若是安尼，你爱注意哦。对囡仔小小的习惯，就看得出这个家要败啊呢。咱的教育由家庭做起，虽然是食饭小小的代志，嘛是教化的根本。最后，我来甲恁教一个，让互恁食饱哩的一个秘诀。6D 的频道搭起落，互恁规工笑嗨嗨，精神爽，人健康，食到饱哩，稳达达。好，煞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6D，今仔日搁要来跟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想要掠着查甫人心，爱先掠着伊的有真济女人。迄个这句话骗一世人呢。